喂，你好，我哋而家通知你，你訂閱嘅家燕媽媽頻道會員服務即將到期，將會自動喺你嘅戶口扣費4800蚊。我從來冇訂過啊，我要取消啊！如果你要取消，就要半個鐘內完成，否則取消唔到都係要扣錢。請你提供戶口資料進行認證。各位老友記住啦，假客戶服務人員咧係會用各種藉口製造緊急嘅情景，例如聲稱唔即刻處理嘅話咧，就會自動扣費啊！目的咧就係想你哋要跟佢嘅指示，甚至咧做熒幕共享俾佢睇你嘅銀行資料，進行轉賬去證明個戶口咧係你本人操作嘅。真正嘅客服咧係絕對唔會要求你提供銀行密碼或者轉賬，最緊要咧就係用官方渠道去機構求證，例如撥打官方熱線或者親自去實體店度查詢。懷疑受騙即打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，記住裝埋防騙視伏 App， 查清楚啊！